好，各位媒体朋友，还有各位线上的朋友，大家好，大家安坐。今日我们要来公布114年度客家贡献奖的得主哈。客家贡献奖对民国96年到今哈，2年一次，也是全台湾客家界最高的功用哈。特别感谢我们一次有105位朋友来参与哈。对所有的朋友来讲哈，也是对我们来讲，我们呢也都参与者，替各个领域拢付出一定大的贡献哈。也摆第11届总共有193，得奖的总共有13。也13，我就一一来介绍哈。也名单伫当方哈，大家看得到。来听数一下。接下来我来介绍我们杰出贡献奖。好，杰出贡献奖研究发展类TV 是张汉斌牧师哈，伊伫中央大学担任先生哈，对于也客家，也是海外的客家议题，还有多元文化议题哈，特别有研究哦。来下一个得奖的是钟正成先生，伊目前伫高雄师范大学来担任教授哈。伊伫语言推广还有规划方面哈，作为一定大的实际当方的付出哈，带领全台湾各地的先生哈，行业双语教育哈，客家同华语的教育的也领域哈。第3位是钟欣怡建筑师哈，伊是新竹客家建筑师哈。伊长期伫投入一定复杂的路屋保顺哈，还有也是景观的维护哈。尤其是特别是目下为了成立也匠师公益协会哈，为了传承也技术哈，也是属于杰出成就奖第2的研究发展类。下一类还是艺术文化类的哈。艺术文化类，我们3年前的茶金哈，得到许多的现天哈，也现天唔单像故事哈，唔单像嘅内容，其中茶金也配合我有也戏剧，还能因为廖运潘先生哈，伊间过去一段历史写下来，作为也剧本的年来的故事范本哈。下一位艺术文化类的还是吴永顺教授哈，伊目下伫学校担任也音乐先生哈，大学教授。伊推广长期以来推广八音跟保顺音乐哈，有许多的贡献哈，得到也容易哈。下一个好，再来是共享推广类哈。共享推广类，较特别的是也是团体奖，由高雄闽农叶公山插枝沙得到。一个插枝沙伫民国71年成立哈，一直舞团到今有43年的哈，一定特殊哈。作为当地的文化保存，特别也创造许多不可能哈，包括闽农反水区以贡献一定大哈。下一个另外一个杰出成就奖是强言类哈。强言类有2位，一位是赖宇桥哈，伊伫音乐方面作为大胆的突破哈，也年强的生命力本大家看得到哈。下一个是彭俊阳左金哈，一定后生学习也唔单像学习也八音，
和带领伊个八音团入到校园地度推广也传统的客家的最传统的音乐，也係屬於傑出成就類總共有8項。接下來我要介紹的係終身貢獻獎2位。2位還係第1位還係張永熙先生，伊係移民巴西的客家鄉親，桃園的客家鄉親對於巴西改到我哋台灣去的客家人喺伊個帶領底下一定的團結特別去的一個客家鹽寮鹽分的鹽寮作為當地的一個創造的機構來服務客家鄉親特別評審團來決定來辦本也張永熙先生第2位還係莊偉源教授伊係一位退休先生佇前任的交通大學的客家學院的院長，伊佇唔但淨佇學術地位，伊間學術轉化為一般鄉親、一般普通人，攏談的說的語言特別花式特別故事來推廣，等於係一個客家的教育的推廣者故所評審團來辦本也係莊偉源教授。最後我要同大家來介紹3位評審團特別貢獻獎。前面的10位還係由企家也係講團體來推薦，也係特別貢獻獎還係由評審團一致來建議來辦本也3位最主要係愛同大家講，佇台灣也好，佇全世界也好，佇各領域攏有過傑出的客家人，伊人可能唔會做客家事情，但是伊人佇各領域佇還係一個領域最重要的領頭者。第1位還係葉秋蘭牧師葉秋蘭董事長，他個伊還曾經擔任過客家委員會的主委以外，其實伊佇公共領域最主要的佇政治當方、佇社會當方、佇許多的弱勢議題當方，伊攏行佇頭前伊唔但淨係客家，伊佇公共政策，特別係5線帶領也係參與公共事務係最重要的典範故所也特別貢獻獎係一直推薦葉秋蘭牧師第2位我特別來介紹係齊英秀先生，伊係喺新竹行人伊對新竹台佇喺新竹嘅生活地度體驗領會許多有關也語言人文當方嘅特殊性故所以佇伊嘅生命過程地度間語言間教育間也係環境議題併入伊規嘅生命地度最有名係伊係咧成立嘅荒野保護協會影響嘅許多人，包括在座或者係鏡頭面前許多朋友攏係喺荒野保護協會嘅成員，因為伊嘅熱情，許多人看到也係自然環境，也係環境嘅保護行出來故所齊英秀先生對於台灣呢唔單止台灣，伊係咧行入到國際地位去做也係環境教育嘅事情許多人唔知伊行人提下咧，我哋客家以他為榮啦係嘅。係陳kim生先生陳kim生先生係喺馬來西亞行人伊係咧拍攝恐怖受難者伊唔係因為拍攝恐怖受難者也係身份聽
伊后来投入几多公共党好的领域，最主要当然是人权的教育。伊一切都紧，拢含迄啲的付出，毋免因为也会来打伊的知名度，毋免伊个人用伊自家的生命来同也的社会教育人权，係一定的重要。伊自家就是一个见证者。咱的客家界可能对伊过陌生，过生分，但是伫也人权的教育、人权的路向，过当然熟悉伊。所以以上3位我特别来同大家小家特别贡献奖题各个领域按揭出的咱的客家的前批，咱的真实感觉该公用，也特别感谢也以上13位，还有虽然讲无得到也114年度表扬的人士的对客家的贡献，特别感谢。我今晡日的记者会来小家也13位，我们伫12月28客家日的时间，会公开来表扬，来再次深入来介绍也13位的得奖者，也会请13位来到现场来讲一些伊哋自家的故事。今晡客家委員會的記者會就到遐咧，接下來係媒體提問，請各位媒體係假使有問題可以一下提出來。主委好，我想請問唔係一邊記者會的事情，係有關非族族文嘅事情，因為我哋啲吳族肉對客家來講嘛係幾重要嘅一個食物，幾多嘅客家嘅美食地圖嘛係有族肉一個成分，還有吳族嘅嘛係幾多客莊幾重要嘅產業。咁啲一下金運堅持嘅期間，客委會一篇咁有數到有關族族農，還有客家傳統影片嘅反映一下嘅現況。嗱，我稍後來客委會下後會有乜嘅相關嘅影片出示冇？感謝。好，感謝。目前我哋係睇緊嘅幾個政府嘅政策啲嘅運作，喺客家莊嘅部分，我哋有主動聯絡部分嘅傳統業者，目前還冇有一個國泰影響。當然我哋會睇緊嘅也係政策，再個繼續來關心客莊嘅也係產業。必要嘅時間，我哋會聽數地方做行銷推廣，也係輔導嘅計劃。還有嗎？冇誒，好，今晡日十分感謝各位媒體來報道，感謝大家，也感謝線上所有朋友嘅收看，感謝大家，祝福大家。